我想要吼，把这个大纸了掉啊！你讲吼安怎了袂好势？你安尼吹咧吼，差不多吼，吹这个10几秒就好啊，安尼就会使吗？应该会使啦。就这个硬啊安尼，你改一下啦，有无？嘿，阿狗啊，你是咧舞啥哈？我想要吼，把这个大纸了掉啊！你讲吼安怎了袂好势？哎呦，这简单呐！上好是简单啦，出一支喙尔，简单就要紧甲我教。哎呦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哪安尼讲话啊？我甲你教会使，但是我先看电视吼，共款我先看好了，再甲你教。来，你往过来，你往过来。这是台北遐迄路，看起来是台北。啊，无真正好无？进前白学就好。啊，去买衫啦。歹势，借帮钱。真正够大呢啊！甲你最近有买衫无？无过年呢，真正白色的，较够太再去贵。买。你哪变那才去？走去买啊。真啦，你想哪？伊要冤家呢今嘛？天无回呢，可能要调回哦。是讲我若无早啊，就伊该当伊因囝啊，带去买衫啊。因为真正衫是因爸爸买的，啊，伊都毋知影哪放性地啊，买物件啊无互我发票，我是要哪换？恁是安怎要变来变去啊？啊，那变来变去，啥物变来变去啊？是安怎要搬厝？是安怎要寸就袂好？连乐高嘛毋是共一组的。哈，安尼哦。哦，演员我知啦，朱子莹啊，今年拢咧演迄啊，剧场的啊，哦，嘿啊，啊伊手安那，我受伤咧，嘿啊，伊手哪会歹药啊？因囝哪徛伫啊？即摆是安怎？徛伫遐看因妈妈哦。看电视吧。因妈妈咧变啥物梦啊？是电视歹去啊！啊，我来修理也毋是怕遐会歹去啊。以早咱电视歹去啊，迄大台安尼拍拍真正就好啊呢。就甲恁囝甲洋洋共款啦，拍拍就好。嘿啊，我洋洋无怪时阵就甲因拍啊。电视都歹去啊！但是即摆电视安尼袂使安尼拍诶，歹势。嗯，即摆电视拢较你薄。修理的好，你当时修理的好，你我爱讲几届哈？迄拢是假的，啥物假诶这？拢恁爸爸甲你骗的，你遮大汉啊，你都毋知哈？因爸爸是走去倒位啊？这4年啊，一直讲因爸爸，拢无可能因爸爸呢。嘿啊，因囝要斗相共，因哪有捌甲伊爸？爸哪用的？哎呦，我冤家恁逐摆拢选即种诶哦。甲你讲，迄剧情我都听懂啊，你知无？安那用，因都是甲你骗的。哎呀，会使安尼啊！我相信只要圣诞节无变，爸爸就会转来。你若会无欢喜，咱就会使较再共款。我看这大壮嘛，心情嘛真正足袂好诶。哎呦，你摕这创啥啦？两个是，你看因两个啦。哎呦，拍拍就好啦。你创啥啦？你摕来。我就袂晓啊，搁伫遐看电视，无要甲我教啦。做伙看就好咯，甲你讲我看好了就来教，好啦哈，你去教迄吹风机摕来，摕这吹风机吼，对安尼吹咧吼，差不多吼，吹这个10几秒就好啊，安尼就会使吗？应该会使啦，安尼吹咧吼，甲差不多啊，好，安尼好，刷落来咧。刷落来吼，就这个硬啊安尼，你家己听啦，有无？嘿，较好听吼，有无？哦，较好听呢，你看，安尼就落来啊。哦，就遮尔啊简单哦。嘿啊，遮尔啊简单，你嘛是共款袂晓啊，我嘛是爱甲你教啊。教一个物件就伫遐臭样。啥物我臭样哦，你台语愈来愈好呢。后摆吼，你若袂晓，我嘛不爱甲你教。是啥人讲阮阿妈臭样啊？哈，就是你啊是不是你？导演是你哈？道理啊，道理。毋是阿妈，毋是我。阿妈，你用迄个吹风机吹你的迄个卡豆腐。卡豆腐，嘿你讲食啊嘿，安尼较爽快啊。因为我有听风，医生甲我讲。你有听哦？我少年就听风。医生讲吼，就爱保暖啦。哦，医生讲会使吹遮嘿，嘿对，啊袂使吹伤久哦，甲这管啊共款。吹伤久会烧起来。